中国长期以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社会文化将逐步被城市文明、市民城市所塑造、改革、颠覆甚至替代，由此带来的原有的农耕文明下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健康观念以及意识形态认同等都将进一步发生重大的变化。要实现上述3个方面的发展红利，还需要一系列的政策举措、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此，三中全会也做了具体部署。一是要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的机制，决定提出把握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推动相关公共服务随人走，促进城乡区域人口合理集聚、有序流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固然会给流入地城镇带来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支出的压力，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但也蕴含着巨大的增量红利。目前全国村庄用地在城乡建设用地中的占比超60%，但只承载了全国30%多的人口。如果我们加快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接与指标，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就可以激活这些存量土地蕴含的市场价值。这不仅有利于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也将有利于区域间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那么这一段我什么意思呢？三中全会文件里的这层意思，我用白话来讲一下，就是我们城里的居民平均一个人在城市用100平方米土地的，就是建筑用地，包括住宅、包括道路、包括工厂、包括商店、包括整个城市所有的建筑用地，一般是一个人占100平方米，1000万人就1000平方公里。那农村的人呢，一般是一个人占250平方米，全世界都如此。所以只要农村的人进了城市，真正在城市落户了，最后不是城市扩大了，耕地减少了，一定是城市增加1000万人用了1000平方公里，农村退出1000万人会退出2500平方公里。所以全世界城市化进程没有出现耕地减少，只会增加。但我们为什么会减少呢？因为我们的农民是2头占地，进城了刚性需要1000万人就要1000平方公里，但是农村的户籍还在，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树林子的地都还在农户手里，他也没退出，他2头一占地。中国只有城市扩大，每年要减少几亿亩地，然后10年就要减少10几亿亩地、20亿亩地，这样一来呢，就耕地越来越少。那么当户籍制度一旦落户了以后呢，这个农村的地呢就可以退出。但你要叫农民家里有3块地，退出的时候无偿的就拿出来，农民也不愿意。所以只有一方面让城市的农户、打工的农户能够就地落户，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有户籍改革这一套措施。同时他在农村的农户的土地如果置换出来应该有收益，这个收益很简单，城市的土地70年土地批租给了我们城市居民，一旦城市居民不住了，把这房子卖了，卖了以后如果增加了300万，交了税以后，这钱就是老百姓的。那这个老百姓也是国家所有70年的批租使用权，这使用权产生的效益是完全的效益归属权。但是农村呢，集体所有的70年批租给农户以后，70年使用权如果
转让的时候的收益，说这是集体所有的，这收益不能归农民，这就没道理。大家都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都是70年的使用权，你的使用权可以增值了归你，我的使用权交易了就归别人，这没道理。所以三中全会非常重要的改革，从18届三中全会改革就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承包制两权分离，集体所有，家庭有使用权，使用权是用于物权，用于物权可以交易、可以转让、可以租赁。在18届三中全会就写上了这个决议，叫三权分离。然后党的意志要变成法律，我们用了5年修改了中国土地法，因为90年的土地法是承包制的法，承包制只是讲了使用权，使用权能不能交易没说。现在中国18年通过的土地法，使用权是可以交易、可以转让，转让所得除了交税和一定比例的集体所有以外，基本上都归农户。这样农户如果城里落户了，他的3块地、宅基地、承包地和树林子的地就可以转让出来，得到这笔钱大进城生活使用。那么农村的地呢，就又归到集体，又可以留给在农村长期落户的专业的农户。那么这个过程呢，就使得农村的土地腾出来以后呢，越来越多的集聚到2亿多的农民，7、8千万户的农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改革。所以国家是三中全会是把这个土地怎么转让这件事给写清楚了。第二呢，要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决定提出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的分配权，探索建立资源有偿退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利，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这些政策组合起来，就是充分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事实上，中国农户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问题是每年收入97%是劳动收入，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而城市居民拥有的住房、股票等资产上涨带来的财产性收入，可能要占城市居民家庭整体收入、财产收入的50%以上。那么虽然农民每家每户都有1亩3分地，但这1亩3分地还不能变成可以产生现金流的信用品，无法给农民带来财产性收入。而盘活农村3块地，实现土地资源依法有序流转，可以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加上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逐步完善推广，农民和农村因3块地带来的财产性收入会逐渐增差。我这个说的第2件事是留在农村的农民，他有3块地，这3块地的财产性运行会带来财产性收入。我讲的第1件事是，这3块地如果退出的话，应该有市场化资金流的退出补偿。那么农户在农村的农民，他的3块地不是光劳动收入，这3块地本身也是有价资产，也可以因为各种财产性的流动活动产生效益，这第2点。第3是要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多年来，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民储蓄被通过银行体系带给城市工商业户，农业的经济剩余也被剪刀差流向了其他产业。这种单向的流动应该改变，
要系统实现资本、技术、人才要素向农村流动，在乡村兴业需要农村有良好的治理体系和制度安排。对此，决定不仅明确承包地再延长30年，还明确要求深化承包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制改革，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农民合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清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这些改革都有利于资本、技术等要素下乡经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资本、技术下乡带来的不仅仅是农业产出的增加，而且是整个农业产业链的全面的提升。未来农业有望成为第6产业。所谓第6产业，就是1+2+3，就第一产业。第一产业的农产品在农村里边进行各种加工，这个加工就是第2产业，然后又可以在农村里边往全中国销售。这个最经典的省份就是广东的农村和浙江的农村，几乎每个农户家里都把自己村落里的产品深加工，在自己的一个4、5层的小楼里，一楼就是作坊，就是加工，然后2楼是主人房，3楼是小孩房，4楼就是外地到农户家里打工的农民工。然后这么产品出来以后呢，用电商的方法、带货直播的方式，把他们的产品卖到了全中国。只要有人认这个货，生产出来，用快递把它卖出去。所以整个浙江下边的县里边，几乎家家户户都是1+2+3，1、2、3产业混成一体。然后整个中国农村是不收税的，因为我们从新世纪初家宝总理的时候就搞了农村农业不收税，税务所都撤销，都回到了县里，每个乡镇都没有税务所了。这样一来呢，中国真正的头区没有税的地方就是农村。那农村如果搞1、2、3产，这个过程就效益就比较的高。事实上，这样的1、2、3使得第2产业和第3产业来赋能第1产业，形成从田园到餐桌的高水平的产业链供应链。经过多年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我们已经具备了以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来推动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一些地方已经把发展1村1品等特色农业与冷链物流、直播电商结合起来，探索出了根在农业农村、触角研制全国各地的成功模式。就是以工业的思维、互联网的思维在经营农业。如果现在的8、9万亿的农业 GDP 被改造后能产生1+2+3的话， GDP 就会翻番，变成18万亿的 GDP， 那农民收入也会翻番。事实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正在从吃饱向吃好转变，再向吃得更健康转变。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真为中国农业的新革命创造越来越丰富的场景。总之，20届3中全会决定关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系列重大举措，将深刻改变中国面貌。我们对即将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充满信心。当然，这个美好的愿望是干出来的，要按照决定要求，在贯彻3中全会精神过程中，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进展，全面释放城乡融合的新的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就讲这些，谢谢大家。